是怎樣來的？作者江利志雄，插圖洪波，青田教育中心。聖誕公公是滑雪車來的嗎？不是，聖誕公公是乘滑板來的嗎？不是，聖誕公公是坐飛機來的嗎？不是，聖誕公公是乘自行車來的嗎？不是，聖誕公公是坐船來的嗎？不是，聖誕公公是坐火箭來的嗎？不是，聖誕公公是從